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7日，旧历的4月12，礼拜一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宣布，要对2个族群加码纾困，一定是有工作，但是无加报价。譬如讲，抓这个广告牌的卖玉兰花、流动的摊商等等，总共34万人。另外一点是农渔民，大约有140万人，全部拢要发现金1万块，但是有排付的条款。另外，外界真关心的酷碰券发放的方式、时间甲名称，是毋是拢要改变咧？苏院长讲，还阁咧讨论，也毋过会以好用为主。行政院长苏贞昌透早开记者会，将经济部、卫福部、农业会等部会拢集合起来，就是为着要加强补助。个人接案却无劳保工作的1万块，但排付。行政院统计，目前已经发放300亿现金帮助177万人，未来为农业会提拨120亿，也有卫福部准备金30亿，帮助无加保的劳工以及农渔民。不过听讲纾困过了后，行政院本来规划要提振经济酷碰券会改版，以纸本啊电子做费用。好领到、好使用，又能刺激经济好，这是希望这样结果。实体件以及电子支付跟电子票证的部分，大概我们这个礼拜会到院里面去报告。施明珍证实讲，相关的办法正在研究，使用方式会更较多元。苏贞昌嘛讲，酷碰券实施日子无时间表，只要疫情若较稳定，一定是鼓励个人多多消费。